89岁嘅尤新袍係一位鐵路局退休嘅工廠人員，從事鐵路工廠65年。早期建造鐵路係一件當辛苦嘅工作，不過其實吃到當快樂，因為佢對任何想做嘅事情都充有熱忱。啊，偏僻，真很偏僻，像那个山岗那样啊，跟个东西啊，就对做那个哇，出强啊嘞！以前自己唔记呢，唔是看到个上茶呀，唔是看到啊，唔是看到呢，啊都高点高个哇，我不免就好气啊，好气到动引擎啊，个像个电那样，个来讲喂，自転車基地个，自転車基地个上茶个电的啊，记得在我上个自転車基地个。尤新袍參加一條又一條鐵路嘅建造，每一條鐵路嘅誕生故事，就係佢嘅生命故事。喺進入尤新袍嘅鐵路故事以前，我先了解當時台灣鐵路嘅狀況。清光緒13年，1887年，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先後開鑿完成基隆到新竹屯嘅鐵路。日本時代過後，繼續用清朝嘅1067公里鐵基距離嘅鐵路。1908年完成新竹到高雄屯。1909年開始修築花蓮港到台東屯。1917年修築宜蘭線，1922年完成竹南到彰化之間海線鐵路。1926年西部幹線因為運輸越來越繁榮，開始拓寬順線岔道。1936年完成台北到竹南屯，到台南到高雄屯。當時統一鐵路、阿里山森林鐵路、到東部鐵路也到三葉鐵路。呢度省經費就採用762公里較狹嘅鐵基鐵路。對2012年開始到2013年，我哋老尤新袍開始一年環島之旅。呢個當中，我哋看到很多鐵路嘅頭擺到現在，你看到佢嘅故鄉到童年。
种物哦，迄厝咱是应该是铁路的哟。是咱是啥物单位？我是铁路铁油的啦。哦，铁路也有。水饺是有。火车到家哦。哦，这个是火车站，火车站嘛，还去看到气象，火车站嘛。冇那个东西，你就是水房哦，水房到水南通啊，就经过你那边海边啊，你遐插起来，就用个叫啥做新路，你喺到海一条位就冇，你本来人冲哦，到水南通是在做新的，你遐就变那个滨海公路冇得伊个，做个就是从你那位开始哦，接到连通啊，这样子新做的啦，本来就到你那位位置哩啦。啊，你那边到连通啊，从到水南通啊，而且差条个名上到连通，本来也真正名到水南通啊。像个营业台个位置个台那边冇错，啊你个节目都很错啊，你个本上个铁路个节目都很不念到你那边。哦，那八尺门你看。日本的走火线，然后1936年啊。1965年，契合水南通海底煤矿运输嘅时候，姚承炮负责设计监测沉凹子线，水防到水南通延长拓宽嘅工程，做得进去同年成长嘅地方工作，佢知道当亲切。不过那时候很大胆啊。就在海边也做个木座桥，已经很大的。东西就叫细泵工，个细泵工不差不多一般的呀，一般的泵工。不过佢体积很好，佢研判哦，就像所以佢泵工真好做。佢公司的哦，公司个火车、小火车很多个桥啊，佢过唔得，所以你就要做一只桥，用木做的哦，木做的桥做起来。那个是火车人，忙10多按伊那个下尾按前面哦，看到结果那么个死亡嘅桥了。唔过打上嘅係，天天煤礦嘅沒落，沙拆睇嚟一趟鐵路支線開滨海公路。姚承炮講，希望做得留下來結合山海嘅風景，應該係最正嘅觀光鐵路。1931年，姚承炮5歲嘅時節，阿爸因為無效耕種，經過親戚嘅授記，對桃園新屋駛到基隆水防礦場來工作。初期呢，帶到礦場簡單嘅工料，入面啲一下嘅黃金水廠附近做一間屋嘅，一家43人就咁樣帶到呢位。不像带就盖建啦，盖建咯，不像个磨做个磨来个边哦，就个里曲曲啦，个还要搭上来做下，这做下个哦，有一摆哦，个太熟了哦，嚯，个做下个全部搭下一块落边全部流走，就个很多天性个按这叫阿萨巴哦，个大厦个那漂个那边。父亲有一次这样讲，就给通下去金华校，虽然通有金华校说，还记得就讲，一只推按行，像冬叶咯个东西啊，冬叶，一只推行，你还为的嘛个，就阿爸讲，哦，就为的生发啊，辛苦按叶咯，一步一步的上，还记得，这很清楚，阿爸讲的话呢。也个台阶一步一步上。
你个节目唔记得伊。做东西办个给很多天降白哦，这天降白，天然我东拍去做主任嘛，就请困用阿爸好像讲啊，你按到两个生人搬过来，你讲老住喊阿咩老住房，佢撒担心过的嘛，也伊多些，就说佢建议本人去判工厂减宿舍，所以对带同伙，所以生意我感觉到。嘅生意哦，佢虽然唔係講我轉嚟去嘅，講我當嘅啊，咁我都真好，真懷念佢個文化。佢本來佢以前大家話按揾嚟揾去個公寮，揾嚟去，哦，佢是講上去了，冇話重複啊。也在读书，就1年前读了2年了。嗰陣時，哇，那就普通慢講嘛。嗰陣時我經過下功學校，然後個東西日本時代是啊，全部鋼筋混凝土嘅，沒磚的是嘅，所以個學校清少，都見人好。你也是講台灣個態度去了，變成冇啊，啲學校冇過過啊。佢日本人讀小學校。就是突然人啊，突然講都半多人啊，就突然講學校，其他啥都雖然同帶個日本人啊，全部要差啲接到學校一樣，就見一步一步行上嚟嚟讀，行上一樣。所以嗰種是日本人對台灣有差別嘅東西。姚新炮因為冇卡辛苦，小學畢業過後。喺礦場做送飯包嘅手工，經過阿爸日本籍嘅主管贊助，讓做得繼續中立高等科嘅教育。1944年，日本戰爭危急，需要大量嘅技術人員。18歲將對學校畢業嘅姚新炮，本人派去嘉義做兩潭測量水庫。雖然日本籍嘅主管冇做約天。喺嘉義火車站頭前出現，不過姚新炮完成使命嘅堅定嘅決心，還喺決定13年順登阿里山森林鐵道上山，走登鐵路對打造行到3更半夜，一段大膽又辛苦嘅經歷，當中嘅注定佢一生人愛留鐵路來結緣。嗰樣是足家多嘅，唔知哪度一猛爬山嘅，佢要這樣嘅平路哦，火車要行。他就坐到嗰去行到嘅哦，嗰種是唔止講幾多公里呢？嗰種是俾我去行喺度半公度哦，嗰半公要4腳啊哦，啲仔佢啊要4腳嘛，就做擘喺後面冇，就做你一行喺碰到表面唔啲啊，所以嗰隻腳哦，真隻腳見鐵嘅鐵機啊，係見行半面人哋講哇，這樣我。佢用住行按西站哦，不如行到個會啱嘅8、9點就行到4、5點嘅咧，行不如嗰種離遠車上嘟有隻人哋裝車站嘅人，係講我是佢公務所，自己有天花用高嘅去打電話去，佢講你喺度嚟等，佢會派人嚟接，行不如。就一個小時誒，開一個天火就等下去，去到個轉到我唔知11點，佢講哦，你點嚟啊嘛，佢按樣嘢，你嗰種事哦，你下上到4點，不過我是按嘅，其他種上嗰種事，用反而會按4點按是，普通人打電話或者會多咗嘢啊，普通人啊，我是唔會按嘅，你下上你。行業嘅西安鏡哦，本來都講行業從去西安鏡較多。姚新炮喺嘉義測量水庫工作嘅時節，車到馬拉利亞，阿爸愛佢辭職養身體。丈夫卡冇幾久，台灣就降火嘅。兩面經過一位姓李嘅同學小姐，1946年5月進入鐵路局來工作，擔任設計科嘅僱員，月給65個月。姚新炮進入鐵路局工作嘅第2年，1947年，
东部发生大水灾，花莲也未来将日本化嘅转唔来嘅，同时请强唔敢去工作。杀电到激起23岁游新票嘅斗志，佢次年去做马太岸海桥嘅抢修工作。嗰種時哦，做嘅變嘅預算哦，個抽退比當一遍哦，前面係騙預算，比如說500萬或者1000萬，哦，聽日你會變1500萬啊，每天啊，因為個費率經過去了，又貴，貴就是係嗰種時嘅脾氣哦，即係冇買好，係講下都係。冇樣外國去做哦，就有個嘗試，讓佢衝突，拗到啊！我冇談起安裝嘅，我冇法度，我不必做公務團啊，要一成人去做全多樣做嘢。1959年，33歲嘅游新票以公務團資歷唔係最出嘅，日本人派去搶修8次水災沖壞嘅三叉河鐵橋工程。當時西部幹線唔但將繁忙天氣化，咩還係單線通查嘅情形。隔嘅54年，游新票來到距離三叉河最強嘅龍江車站，想去尋出當年嘅鐵路遺跡。嗰種是即係8次水災搶修架哦，跟工廠忙開始哦，去做臨時架哦，我勘察測量啊嘛個哦，就嗰種是冇位有帶啊，去做臨時安不掉，一安不兩安不掉，做一頭水過啊。雖然是半夜咯，安不掉沒有人都係好像個錯車，就按前面去做水，做啲啊你個因為天氣化咯，你啊。個叉條就到個太冇重用，冇不過完工以後唔是來，完工以後就唔是來啊。海高有海水入來啊，迄三叉河嘛，迄啊吼。啊，你去到邊海去啦？啊？邊海冇去啊？邊海去若要看港內是幾隻？唔是舊的鐵路，舊的橋有無？迄舊的有這橋。都要行路啦。這一條小路過去，你過這條小路過去，吼。這一直行，會使行到遐去到溪邊。哦，這小路細橋哦。我翻倒啦，好啦。哦，多謝。哦，太好。因為嗰種是安太工廠，不明我們是請個特別個很多去經典個團員，像嘛，這是民國個部隊公廟個邊啊，佢經典有實力，用大約你們就拿轉一看，你全部會再會按樣麼搶修個會，全部真詳細，你拿去做參考，哇，東鄉，嗰種是冇修啊，冇法修啊，只拿一個資料來看，哇！講好，大部分利用嘅想法去發揮。當時民國48年那個8次水災，大家都知哇，個全台灣個全省東部啊，就彰化那就發生大水災。啊，你那個鐵路當時，你下看到個支支角角個哦，有支支角啊，個橋墩啊，當時本就水衝下以後，個橋個技術壞退。當時呢，你來一個水哦，你下看到冇水啊，漲潮哦，差不多4公尺，對，就4米長，差不多4米長。就所以哦，你4公尺咁就有水啊。即係當時哦，我做個下邊個大個梁啊哦，就那圍起來。就說呢個沿線大概5公尺差唔多，你打2-3-4公分嘅木來哦，按一截，就斷面來寫它。下面是比較寬的哦，這樣啦。
它有机器，有一个机器，按插进去，我要做进口去，叫它进挖，差不多，然后去拉上来就丢在旁边，这样，然后结果是没有办法，就水柜，那个就是水柜啊，水柜挖这边啊，它带一个铁的那个呼吸，上面就一直送空气给它。现在叫潜水夫的。潜水服了，就更高尚一点，就是说潜水服，潜水服啦。不过那个潜水服是一般的潜水服，你去潜水而已，它下面还工作要挖嘞什么，而且穿的衣服很重啊，那个衣服啊，不透水的、啊，那鞋子啦什么，你鞋子要重啊，要不然你沉不下去啊，用吊上吊下啊这样。个施工我非常困难。你啊，上哎，嗰种时哎，唔是30岁嘛哦。实在其他来讲哦，又太淡又成功啊。按太个工厂冇人做过，按个施工法个设计呢，按铁路局待45年咯，就感觉到做嘢桥真因为一个真安慰啊！哇，就不错。没有想到，45年以后还来到这里。一下坐纵贯线铁路下南，过为龙岗茶站，面向三岔河海口，就做得看到尤金票当年设计嘅Q桥墩。等待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火车运量增加，竹南彰化之间单线线路用量越来越慢。呢度配合铁路电气化松线工程，1977年先进行越轨路的山龙延长拓宽工程，其中以楚橋山龍、和銅鑼山龍因為地質條件嘅關係，來採用特殊嘅工法。你只銅鑼泵工哦。就配合个台湾铁路做天气化，Q泵工头里头嘅，可能到个国土啊、法度都冇那个。你只泵工呢，睇下看个提示哦，就冇嘛个合标准当国嘅三个国土哦，为泵工嘅5米，为25米以上，这样安全这样可以的。你那边有1.5个像11米的。所以当时设计家就考虑地点哦，用万以上是的哦，你泵工其而且安全开发作用。普通哦，泵工就对你按东工带一只小泵工按通过去哦，就是打两片个小泵工的打过去，个父母呢打好，两片都打好了，这样子当过这样用个铁的一缸哦。个装好了，这样拱起来，这样对不对？就按那个施工法来做进行。不过这施工法就一点很安全啦，个施工法就是说，在台湾铁路出来，这种是来看到还忙去做安个方法。Q 楚橋山龍莫將銅鑼 Q 山龍共用白化再利用，佢係主本民眾來使用。尤金票係講唔係拄好拄到轉屋卡嘅主人，乃會想得到當年嘅鐵塔已經變做肉壓嘅水塘嘅。这个竹子把它隔起来哈，像卡拉 OK 的样子。哦，唱歌的。在里面还有那个。很好。哎，这个可以走过去吗？不行哦。
这个也要走到那边了，里面很暗，危险。暗危险哦。这个浮力图还蛮好啊。66年，几年的了？102、66、46年。46年。后来那边这个人工挖起来做纯水啊，哦。不是人工挖的，它铁道嘛，铁道两旁就是它有这个水土保持嘛。这个蛮可惜的，留起来就做，像那个这个什么通罗隧道哦，那旧隧道做人生那个7、9大街的。那是政府有在管理。各心情啊。不是这个，现在的铁路局他也不能不理啊，他就是说收租金啊。住到现在，是不是打算要做种作啊，还是？没有啊，这就是说，我表弟他以前是农家子弟嘛，是，他来这边办休闲哦，他种点菜是吧？给养的对吧？吧？他养鸡。哦，养鸡，这个不错哦。有心配合工作嘅時節，遇到嘅艱苦唔係一般人想得到嘅。當然，喺勘察北回鐵路計劃嘅時節，實一個禮拜冇洗身。下山嘅時節，工程人員每一剎都惡做多槍野人窮樣，連招待所管理員都騎車開門。還有一擺係東埔鐵路拓寬測量嘅時節發生嘅難忘經驗。佢有一擺哦。我做去測量，測量家佢打嘅個彎頭哦，一定會打個線哦，然後計算哦有合點哦。打一擺啊，又唔會合，2擺啊，咪奇怪。揾各種嘅辦法，佢打一擺哦，冇咁樣嘅辦法，所有嘅菜園嘅樹嘅哦，嘅種嘅東西哦，同佢要斬掉啦，斬一擺冇咁樣路，第2擺又冇咁樣，第3差唔多要斬光嘅。奇怪哦，奇怪，冇樣嘢啊！最後哦，你哋監聽佢設嘅個國土哦，佢前主嘅哦，做嘅國土佢有合哦，因為佢先前主哦，佢設嘅國土哦，我設6擺落去哦，還有個6擺嘅平分哦，個國土就下去嘅國土將搞崩嘅種，就冇咁樣，爭幾多土啊！哦，按照出來，大家都新聞跳了，又壓了，又跳了哦，又不用照出來，轉一去，太香哦，大家就太想買個先做，你這麼你切6擺哦，還沒按去，我咪查一查，佢嘅算咧唔會唔錯，炒價唔錯的，所以可能浪費，按到個斬個樹誒，哇，斬到賠沒有賠償啊，就像個故事很奇怪哦。就這樣世間哦，就做些一樣種，就這樣嘅事。有心朋友對有興趣，也係想做嘅事情，佢都會盡有心全力去完成。1978年，東埔鐵路拓寬工程雖然本具動態嘅發揮空間，唔過咩係動態嘅挑戰同壓力。有人講過，北回鐵路將係啲拍子當行畫圖。動線拓寬係作定上府改上府，也就係講做唔到誤導鐵路嘅運輸。工程人員做得到鐵基距離拓寬，還進行嘅加工，還得看到有艱難嘅工程。其中光復海口兩地嘅河大龍，就係動線鐵路歷史上嘅第1擺。
它这个旧的台九线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现在改到里面去。我们以前做的时候，这个路全部用挖的，哎呀，没有从上面挖，底下挖。从下面用钻的。我们这一段就过路这一段哇，现在太好了，有这。以前我们没有钱国家的预算没有那么多节省又节省。我说以前我说就做单线没有钱的，以前我早就做双线就好了。现在就做双线，然后对就是浪费了，你看，才用没有30年呢，大概没有30年。我本想去行街一边的行个铁桥的本行铁桥的，这个火把带我要紧过去了，所以就紧过，紧过个坡度紧太，铁路个坡度有限制你铁过爬唔上，所以我说你新新做个设计过去我都火带崩空就是外地的工厂就第一次做就是说我去厂蹲在那边东西来做，比较是注重这里样的蒸汽，所以费用加轻多我就是做个没完功夫，你看防水布，那个当我就放在大陆去这水就绝对没得你看公路就全部这样做你看因为投个工厂顾问公司做个已经那个发达的你。顾问公司就会做最新的最先进的个工法上做的没人我做些那么多，所以个东西，这很多要吸收知识，要看书啦，什么这样做的。请问一下，那个旧的隧道口在哪里？旧的隧道口我以前只做这个你以前是你做的？对啊，以前。旧的大概在这里，因为它新的它把隧道延长了。以前旧的隧道这么短，它现在新的做这么长，所以旧的隧道口大概在这里。因为又有延长是吧？对，大概是这个钢格栅这里，钢格栅下面这边。看得到。这里看不到，这个角度要到对面呢。我知道。那个这个隧道没有延长的，好像没有延长。现在就是做新的要把它切到新的里面，然后旧的这个整个要停掉。那你这个的隧道口在哪里我的隧道口已经过那个台11饼了。已经过那个隧道水道了对，水道的那边再过去到那个溪口路桥，您知道吗？溪口，我知道。溪口路桥那里。我现在还住在花莲吗？不，我在中立中立。我这边是中立的客家人。对啊。我是杨梅的客家人。你汉人哎，汉人。汉梅，有汉人我他们是讲已经好了讲真好杨梅。你是。不过我客家话不太会讲会听。向前的杨梅向前已经修是这个已经做好了，要这几个。里面还没有衬，专辑的部分里面还没有衬。你这个穿这个又用什么工法去做的？就是传统的新澳传统的新澳。然后4星园开挖。以后的施工的经验如果你以后就有机会进那个顾问公司比较好，跟顾问公司营造也是有营造的成就营造太好了，营造你没有营造你都。个设计的出来的不实在，所以理论上比较多。现在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将来那个中兴公司也有很多新的理论上可以计算会算，可是现场中。对。
游行票目前最关心的就係花蓮水水赤橋山龍天氣化嘅工程，因為當年救山龍事故嘅時節遇到千大嘅困難，強烈追求知識嘅佢將喺底下，現代科技係樣板克服相同嘅挑戰。我現在也退了1年的了，中心公司啊，聽說這個當時計劃的時候我們也有來，就是問我們做這個時候有一個災害嘛，我們做的時候，我想你這裡大概很順吧？现在就刚好遇到灾害段日。哇，你們都也是一直在灌浆。你是灌，我可以不可以問你灌什麼漿沒有？我們以前是用法國的那個漿，不是水玻璃，也不是說灌水玻璃，水玻璃也灌水泥漿，可以有效嗎？有一定的成效，只是可能挖个1-2轮就要再重新这样。那当时那个我負責做的嘛，當時那些美國啦、德國也有，法國、日本，後來最後才用法國。法國哇，好貴哦，那個，它那個灌漿很有效，那個土很奇怪，也不是粘土，那個牙膏一樣。我們那個300公尺花1年，挺貴哦，一公尺100萬的開東西哦，30年前、4年前一公尺100萬呢。我當時設計的時候，我們也有開過會，因為我們有提醒他有這個情況，所以說已經有遇到這個困難了，你在做的應該有一個突破的想法才對了。哦，然後沒有想到還是有這個 trouble 哦。新的隧道做好了，对，那个新的隧道，因为要计划的时候，因为那个隧道都是我退休以后自己有公司设计的呀，所以我们带他去做，我还记得做过那个桥，那个三里隧道是吧？对，我们做过。以前通车的时候，那个隧道口会崩啊，以前啊，所以我们现在火车都路也停下来，现在我们也有看那个记录啊。所以現在做一個協出來嘅我平台嘅當個啊平都按法啦，就是說因為講嗰個兩片嘅一片嘅坡度哦，佢講佢變好咧，所以佢幫工特別做，佢當個平面都按出來嘅關係。你要幫工哦，那3里嘅幫工橋有7隻幫工。因為個預算的關係哦，你做幫工啊哦，盡量做短噶哦，個一片就挖到輕果啊，輕果你要保護個坡個體積，輕冇保護，所以當時盡量人從個冇預算冇挖土啊，所以說先幫工做好比通，過來面做通車以後，通車以後呢，建落去啊，個幫工後，個2-3隻個3-4隻個幫工後，全部會變到佢堵到佢火車就行唔得，所以嗰陣時就本人講啊，你做嘛個新幫工，忙行就按變就行，新建設啊，後面我們整體啊做發展處嘅副處長個時候，就整體個預算就幫工嘅延長，就也看得到，我個當個幫工當個平平，所以本上個人做工廠嘅方面。橋會短，幫工會短，就按嘅盡量會短，所以個路線哦，全部圍到啊送油氣合橋就係短，就底下每個想法冇共用哦，盡量路線要切，所以切的時候就不管你幫工幾長，就橋多長就會做，就為了
个路线会速度会提高。这本身个设计个观念哦，这个观念完全没不用，就这样。尤新票当年伫花莲嘅潘公堂，夜下已經變做係鐵塔文化園區嘅。喺兩位志工嘅聽書之下，向下以前佢頭擺嘅記憶。你有點印象嗎？這邊是會計室。哦，會計室我知道，就是會計室。這個是處長室，你對，你應該那是活動中心。活動中心嘛，對對對。对，以前那个都破破烂烂的。哎，对，现在都整修过了。整修过了。那里面有模型，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对，这间是那个以前的模型。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黑黑的屋顶那里。我住在花莲8年了，做那个拓宽开始啊。哦。测量、设计施工啊。哦。拓宽的时候。拓宽。那车站拆了，已经怕死。哎呀，比这个更简单嘞。几间啊？就是头前那间，跟那有国旗的。哦，那位这是这个前面哦。前面嘿。这间啦，这间是车站嘛。哦。对吧？对。当初的车站要入去嘛吼。应该不是迄款的色，我会记得青色。哦，还有相片啦，嘿啦嘿啦嘿啦。哦，对啦。对啦，这是现在的啦。这种厝其实介用，伊唔知影要甲拆掉嘛。哎，这个是。对啊，这种那种。是足拍算的啊。1910年建的呢。看这物件就是当初。这无拓宽的记录比较少哦。较少，哎。哦。哎，较少。这个。扫把隧道。哇，这日本时代。这房间装啊多哦，内底嚯，流水流个足厉害，所以我们做过了。哦，这个是旧隧道，这个很好的记录。这拢无行嘛。这个沙巴隧道，你看。哎，他那时候有这个记录啊，不得了了。有。当时哦，爱来甲个花莲公司伫铁机啊，那设计的铁球火车都会做，所以说当时实在有辛苦啦。第一讲，伊个工期哦，也是限制哦，伊个预算就有限制。个当时个技术唔免讲像也很发达，你不必做几啊注重甲为了这个预算哦，然后工期哦，哇，冲了劲。要负责你个东西，有个工厂哦，就庆祝上会做，但是个预算冇，所以个预算我分配啊哦，真难。第一个两300，头100来讲哦，从这个对面个会费个啦，因为个存货就哇，全部还忙做，真的，基本看到哇，全部行了哦，就是说感觉真好，个收个全部那不能重用，虽然是30人个啦，像迄个按那种聪明个青年啊，来做重用，所以来像迄个啊，人生小样人啊。啊，做这个那都是讲，那就讲欣赏个建设个时间，全部当然无完其实，有时间有政府下，还有大家有成功嘛坐下车啦，根本就无时间讲欣赏个风景啊。一般人都留花莲当作係台灣嘅後花園。尤新票雖然第一位工作嘅8年，但係第一擺來到切身堂。對山、對海、對遠嘅美景十分嘅婀娜，
佢講，當年因為工作真無閒，責任真大，根本無去這邊了過。禮拜，家庭再行一擺自家服務過嘅工廠，未看到當年無看到嘅風景。哇，漂亮！那个景色啊。1986年開始嘅西部三線松線體育工廠，尤新鵬雖然係副處長，不過規個規劃監測工作做得講由佢來負責。豐原到成功灘施工計劃係2年，尤新鵬為咗縮短工期，想辦法全力來減少土地嘅證書留插屋嘅，咁樣將做得順利，照時間來完成。1989年。竹南到豐原松線電氣化第2期工廠，尤新鵬由本人派任做第1任嘅處長，承擔開廠規劃、留統籌分批嘅重任。規個工廠經歷4任處長，經過10年才完成。第3線松線電氣化第1期工廠期間，雖然工作已經真無閒嘅，不過尤新鵬還係同時本人委託重任，兼高屏松線電氣化工廠處嘅副處長。下日本时代用到下淡水海，普通我们就讲 trash， 下就讲个建议叫那发梁，这就当时个基础啊，本来日本时代个基础个动线，就改变哦，个太水大部分流改变个基础哦，清楚个峡谷填落去啦嘛，个都保护啊，让个基础个充电。所以做高雄到屏東天氣化上貴嘅下，就計劃啲呢隻大橋，隻大橋全長差不多有1000公尺。啲下個政府啊就依個費得大送啊，所以啲下依個花梁就拆掉，拿嚟做講嘅人哋休閒嘅地方。我们去那个瑞穗该片嘛，有一个茶园、咖啡园吼，介绍讲你还给做个铁路吼，东部个延长拓宽的吼，哦，个调解牛是讲哦，按伟大嘅人吼，你谈到按用个称赞，有嘛个想法哦？是讲法，你就蛮都伟大，你也是因你做的哦，其实讲起来哦，其实是幕后个工作人员，这些做起来冇问题啊。像个报工做艰难辛苦，这火车非常的基本就是过得去啦。但是迄爱来坐火车，过来办公就会回请求啊，本上来做。普通话伊就不想过，可能冇个感觉，所以用个媒体哦，冇媒体。自家有挺欢喜，个后生时节有做很多事情吗？唔是就讲。因为看到本上你做，所以心肝都自家就感觉到有一点成就，自家感觉到。不过是你发讲多种的，你去认为你做的啊，这认为你做的没有啊？这你的工作范围啊。尤新鵬雖然喺民國18年85歲嘅時節正式退休，不過閒閒啲不卡嘅佢，還喺床頭。留蘇丹巷嘅工廠案例停下計算一遍，理由係一方面溫習口嘅了解性嘅，一方面又冇將本日嘅腦筋來變了。另外，抄寫學術嘅經書未佔得佢當多嘅時間，一則詩將劇講版同樣
写到眼扯又眼僵。尤新票同沙皮讲，特集礼拜嘅佛學課程對第6期到剩下嘅第10期，佢係少數嘅全權學生嘅哦。當啲批復期連休閒活動都按認真嘅時節，佢要將閱讀簿供樣拿出花1年嘅時間抄寫查單詞去了解嘅一篇英文文章，只因為內容係佢親好嘅登山題材，故所佢就決心唔管樣板都要滅清楚。佢老當年把工廠圖嘅耐心、老精準嘅特質轉移到退休過後嘅休閒生活。尤新票嘅年資比數秒，咪本人當批復。禮拜利用等等尤新票，在一擺拜訪佢60年來所參加過嘅各項鐵路工廠，獲得老人家身體安扎、精神安好，將做得有安豐富嘅書目。每本愛到體會到，也未係因為老人家一生人有比到理想嘅堅持，唔識放棄，又冇後悔嘅精神，將做得有安國嘅成就，留安精彩嘅人生。可能有機會再生哦，做一些就像他們像現在土木的工廠的設計。